继续来看这位中华职棒传奇的棒球明星，请彭政闵，将要骑就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场，伊受到邀请，要来担任着今年大都会台湾日开球的贵宾。这个美国职棒纽约大都会这队啊，长期以来拢举办着台湾日的主题活动，今年是第17届。 中信兄弟的副领队，这个彭政闵是台湾棒球的代表人物。美国时间8月28，就会伫个花旗球场来开出着第1粒的好球。且这届受到邀请，嘛是中华职棒本土球员的头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